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18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选委会上午举办立委号处抽签，这届选举台南市总共有6个选区，31位候选人。真侪候选人伫抽完号处以后，也将伫抽伫号码画出吉祥话，有待选举的气势。台南市立委号处抽签18日上午伫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举行。有部分的参选人趁着机会做势，有人摕着旗仔画着当选，甚至还有人穿着皇帝服装到场，吸引袂少人的目光。因为皇帝也要接受民意的洗礼啊！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有经过民意的洗礼，这种皇帝确实会使做一下。当先，蔡明峰抽中1号，双喜临门。洪秀柱抽中2号，3张选票顾台湾。林天辉抽中3号，4号四季如春，谢谢。蔡淑慧抽中4号。2020年立委选举，台南市分为6个选区，31位参选人投入选战，分别是第一选区抽到1号的康淑敏、2号严耀兴、3号罗慧媛、4号蔡成友、5号苏志仁、6号黄天成、7号蔡友辉。第二选区1号王章纪、2号李武龙、3号郭国文。第三选区1号陈锡安、2号童晓云、3号陈廷辉、4号邓秀宝。第四选区1号蔡明峰、2号温米乐、3号林志文、4号林彦竹、5号林淑娟、6号林怡景。第五选区1号李伯利、2号林义峰、3号林俊宪、4号蔡淑慧、5号陈志晓、6号吴炳辉，以及第六选区1号李敬豪、2号洪秀跳、3号唐宇恒、4号王定武、5号汪宇涵。台南新闻张卫忠采访报道。台南市圣诞跨年活动首次邀请韩国偶像天团做宣传，影片当中有讲到想要踅台南的夜市，食好食的水果，所以市府特别召开记者会，除了准备台南当季的水果，佮邀请林志玲办的行政主厨制作12道小食，希望透过偶像团体的加持推荐，会当行销台南的旅游观光。台南市政府今年跳脱以往跨年晚会只有单日举行，今年以多元系列的活动来满足各年龄层对12月1號的圣诞点灯，予市民欢乐几个月。这煞还佫有21、28兩天，伫市府廣場舉辦大型的晚會。市府想盡辦法邀請國內外的明星，並且邀請韓國的偶像天團來代言宣傳。市府除了準備台南當季的水果來迎賓。嘛，比照名模林志玲的婚礼，准备台南12日的规格，邀请5星级饭店行政主厨，准备12道的精心料理的特色小食，希望让每一位明星一改品尝台南各式各样的美食。我们无以玩这个金钱堆叠起来的这个晚会，但是我们真的有意要用心来邀请这些人。大家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内外的团体，他们不仅这个各展长才，能够表现他们在他们自己专业上最好的表现。同时，他们也提到台南这个城市，尤其我们这个超过应该比照林志玲的规格，林志玲是台南12里，我们是台南12吃，保证这个我们这些外国的天团吃完就跟我的身材一样然后能够遍尝台南美食。他们也提过，他们喜欢逛台南的夜市。喜欢台南的美食，喜欢台南的水果，这个就是最好的城市行销。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准备这么好吃的东西，都是每一样都是小份的，都是迷你版的。希望说他们可以多吃几样，然后这个品尝各式各样的台南美食，还有台南的果品，还有这个台南的特产，
饱览台南的风光。12道的美食小食除了有牛肉汤、浮水鱼羹，还佫有干炒棒顶。市长除了邀请名车来品尝，另外嘛请名车来评比，看是对一项上好食。希望借由名车的代言甲宣传，嘛用个带动台南的旅游观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迎接2020，你的梦想是啥物呢？由市府新闻处举办的2020台南做梦竞赛，18号伫个321项艺术聚落举行竞争候选的发表，透过立选团队所展现的创意，希望带予市民无共款的跨年欢乐气氛。2020台南造梦公开征求20组的造梦计划的提案，不管是街区的迎泽活化、社区公民发声，或者是在地文化展演，拢是精选的对象。市府新闻处首次举办，希望开创一个新的形态，透过地方居民的创意想法，营造无共的欢乐节庆的气氛，让今年的跨年更加有意义。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跨年活动的想象跟期待，终于有了改变的机会。而这个要打开这扇机会大门的这把钥匙，起码都伫咱每一个人的手内底。所以我感觉真感动，因为我很希望，有一年的跨年当中，我们可以跟自己熟悉的这个生活的场域，跟自己熟悉的人事物来过一个不一样、别具意义的跨年的方式。所以今年。我们有了2020这样子的规划。我们希望这些梦想是人类最珍贵的资产。我们希望台南一直有人坚持做自己的梦。第二，大家不但做梦，而且有实现它的勇气，没有害怕说那我的梦想看起来有点好笑，没有，大家就很认真的提出了这些梦想，而且坚持去实现它。这也要谢谢大家。然后最后是，我想人为什么会因为梦想受到激励？是因为只有当梦想实现的时候，我们才会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还有能力实现梦想，也因此相信自己有能力再去创造下一个梦想。那所以，我相信各位的梦想不只是各位前进的动力，也透过各位的梦想，我会鼓励更多的人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因为是首次举办，主办单位原本想讲无几队报名，想袂到最后还佫有42件作品参赛，其中入选跨年做梦有9组，日常做梦11组，并且由副市长王思思来颁发评选的证书。其中伫跨年做梦有融入各自在地跨年活动，有中西区的口井擂鼓，伫跨年夜走找社区邻近的庙宇，用真声来迎接跨年。另外，嘛有团队打造一台城市的视图车，要用地景的概念，邀请民众探访老牌的摩登传统理容院，并且伫跨年当暗，伫个理容院同齐来跨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环保局18号举办环保节友单位表扬典礼，感谢台南真侪企业甲社区配合市府推动的各项政策。市长黄伟哲嘛亲身到场颁奖鼓励。为了感谢真侪企业以及社区配合政府推动的永续发展以及空污管制政策，台南市环保局特别选定伫咧5星饭店办理108年度环保节友单位表扬典礼，宴请59个优良环保单位，并由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奖，感谢因对着环保的努力甲付出。接下来颁发的是优良机车定检站。不管是空污，不管是水污，不管是紫爆，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污染，甚至掩埋场、焚化炉，这个事业废弃物、家庭废弃物，在都让民众感到非常的关心。稍有不慎造成污染，这个民众的民怨的电话就会接不完。所以呢，我们对于一些绩优的单位，以及绩优的社区、绩优的事业单位，我们都深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的努力可以维护整个的生产过程也好，或者维护整个的环境的干净清洁，那可以减少的，一方面维护我们台南市的整洁，一方面维护了空品以及水质的这个洁净，第三也减少了一些民众的这个抱怨的电话。那这点都要归功这些绩优的单位。我们这个表扬是希望说能够推广，越来越多人参与，越来越多人共同协力来维护我们的环境品质。
这次表扬的单位分为优良硬件工地、优良机车定检站、柴油车质优环保单位、优良空品净化区、节电大联盟以及加团社区等6大奖项。环保局举办这个活动，主要是表扬这些相关的企业哦。那主要是包含了这些营建工地的部分哦。那这营建工地的部分的话，大概将近有1万多个参赛的工地哦。那总的脱颖出大概个位数的5家的一个工地的部分接受表扬。那除了营建工地之外，我们还有那个机车的部分、机车示范的部分，还有那个柴油车的一个部分哦。那还有节电大联盟的一个节电大联盟，还有低碳社区部分，那整个包括的奖项总共有6大项哦。那我们也在环保局也再次感谢这些公司的一个配合，那一起来帮忙守护台南市这个环境，让整个台南市的环境可以变得更好，空气可以变得更好。市府举办公开的表扬典礼，就是希望有更侪人有意愿参与环保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将台南打造成为环保永续的城市。台南新闻张卫忠采访报道。叶坤姐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位伫台南火车站周边的站前商圈发展协会，即个举办各种的活动来吸引人潮。在2月22号将要举办宠爱大联盟圣诞嘉年华，邀请民众带毛小孩做伙来佚佗，度过难忘的圣诞节。以火车站周边店家为主的站前商圈，对去年开始举办圣诞节的活动来吸引民众。今年也持续来举办宠爱大联盟圣诞嘉年华。活动当中，除了有宠物为主的变装走秀、甲游行等等，主办单位也规划圣诞市集，邀请侪特色的单车进驻，同时也佫有精彩的表演，要让民众度过一个难忘的圣诞节。站前商圈是在12月22号举办我们的活动，当天呢，我们有一个宠物大联盟的这个萌宠的变装的这个比赛。那当天呢，会有很多精彩的宠物哦，它打扮得非常的可爱跟摩登的来参与我们的比赛。那另外呢，我们在当天有一个盛大的游行，我们会跟我们的宠物有打扮的宠物，还有我们呢很多这个打扮的这个儿童卡通里面的很多很有趣的人物呢，跟着我们的宠物呢一起来游行哈。那另外呢，我们当天有很多非常具有特色的摊车会在这一区，让更多的这个游客呢，除了来参与游行之外呢，他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摊车的这个找到很多特色的商品跟它的饮料跟食物这样子。商圈发展协会就是希望透过各种特色的活动，吸引人潮来消费。商圈也有甲无同的单位来合作，亲像行动支付，将会有真悬的回馈。当讲消费满额，也会使得到计程车车队的坐车券。
站前商圈呢，它位于中山路上，是台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跟要道哈。那它也是台南呢很繁荣的地方，那也是我们台南的这个火车站门户的一个地区。那我们希望呢，这个站前商圈呢，能够呢带着幸福跟微笑呢，像火车头一样的往前进。那能够呢在前进的过程里面呢，带给我们商圈更多的繁荣。活动东港主办单位也邀请动保处甲中华医术科技大学提供疫苗甲晶片以及宠物美容等丰富的服务。也有宠物用品的业者会到场小搭，有兴趣的民众也会使带咧厝里的毛小孩做伙来体验。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伫过去的30天，膀胱癌晚期的病人，一旦化学治疗无效，就无更加好的治疗方式。不过，自从2013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出现之后，互膀胱癌的病人出现治疗的成机，而且即马这个抑制剂嘛有健保的给付，互患者减少100万至300万的医药费。膀胱癌是台湾男性癌症发生率的第9名。症状以着袂疼的血流为主，通常血流拢是一时有，一时无，而且重复来发生。年龄在以着40岁以上为主。过去针对每期的病人，拢是以着化学治疗为主。如果化学治疗无效，通常病人就无更较好的治疗方式。但是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出现以后，对这种膀胱癌的病人就有了治疗的希望。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这是一个最近这几年新发展的一个在用于治疗癌症的一种新的药物那目前呢，在我们膀胱癌上的应用上面呢，它是适用于这个所谓的局部晚期的病人以及这个转移的这个病人那当这些病人呢，一旦接受过去呢，在传统呢，这些病人呢，就是需要接受化疗，但是我们知道化疗的这个治疗呢，有相当大的副作用包含这个掉头发，包含食欲不振，包含这个血球的这个抑制等等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很多病人呢，听到这个化疗呢，他就相当的恐惧。那这个免疫抑制剂呢，它是在作用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免疫检查点什么叫做免疫检查点呢？这是一个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环境里面当这个我们的肿瘤细胞，它上面呢有一个所谓的 PDL1 跟我们的这个 T 细胞上面所谓的 PD1 相结合，这时候呢它就可以伪装成我们正常细胞，这时候我们 T 细胞就不会对这个肿瘤细胞产生攻击。这免疫抑制剂的治疗呢，就是打破这个间接，让我们这个 T 细胞重新辨认出这是一个肿瘤细胞，把它认为这是一个外来的细胞，因此呢 T 细胞就会对这个肿瘤细胞产生攻击，让我们的肿瘤的体积缩小，甚至让我们肿瘤消失不见。现在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伫4月份的时阵开始加入健保的给付。医生表示，要达到健保给付的条件，上重要的条件就是身体状况要较好，同时也要有做过化疗的患者。目前呢，这个健保给付呢，这些病人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些病人必须要身体状况还不错那他的心肺功能还有这个肾脏功能都还不错另外呢，这些病人可能不适合适用化疗或者是说这些病人做完化疗，但是呢，这个肿瘤呢仍然恶化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这个帮病人呢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免疫治疗的一个申请那当然它其中还有一些条件包含这些病人呢，他的这些所谓的他的T 细胞的活性要不错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PDL1 的一个检测当这个检测如果大于10%，表示这个病人呢可以适用于这个治疗，那当然这个病人就可以来获得申请来获得治疗。使用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病人，会使在化学治疗无效的状况之下，会使搁延长病人6个月到10个月的时间。现在在新的药物帮助之下，会使互这个每期病人减轻癌症的痛苦，嘛会使改善生活的品质。电视新闻郭博仪采访报道。奇美医学中心伫个日前联合台湾精神医学会、甲康复之友联名，共同主办有关思觉失调这款镜头的展览，希望透过真实的故事，让病人了解家己并无孤单，嘛会当有正确的认识，积极做治疗。奇美医学中心精神医学部的医师林建和表示，思觉失调症过去就叫做精神分裂，是一种思考甲知觉失调的疾病。因为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失调，病友会产生幻听甲幻觉，而影响到病友的情绪。对此，奇美医学中心对民国106年
率先成立视觉失调症的家属支持团队，举办一连串的课程甲展览，希望拆除病友的污名化，提升用药的稳定性。我们10月10日是那世界心理卫生日的日子哈，那我们希望奇美医院这一次呢是跟康复自由协会、精神医学会一起合作，好，那还有强生药厂的合作，好，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社会能够了解到精神疾病的一个康复，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所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精神疾病的病人他就是生病，他不是魔鬼，好，那在现在的医疗之下，其实都可以有痊愈，而且也可以改善的机会。那我们希望大家的心也要跟着改变，不要用固有的思想，因为透过治疗之后，能够他们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一个家人或是一样的民众一样，可以大家用公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上午出席展览的包括台湾精神医学会理事长赖德仁、中华民国康复之友联盟的名誉理事长李丽娟，拢到场出席。会中并且安排朋友访茶，提升甲民众接触和互动。支持团队成立以来，服务人数超过900人次，整个满意度嘛高达80成以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般民众若是感染感冒炎，目睭拢会红红，也就是红眼症。不过，成大病院眼科医师表示，如果红目睭的症头持续1-2礼拜拢无改善，甚至更加严重，就要注意，可能是感染到目睭的葡萄膜炎。成大病院眼科部医师林佳颖表示，人的目睭鳞是由3层无同的组织包着玻璃体，上外层是巩膜。上内底就是视网膜，里中层就是所谓的葡萄膜。一般所谓的红眼症，大部分拢是结膜炎。不过葡萄膜炎同款嘛出现目睭红，因为葡萄膜有真侪血管，供应目睭鳞大部分的组织血流甲营养。因此，一旦葡萄膜发炎，对着目睭的视力会造成严重的威胁。眼睛发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结膜炎。那因为结膜炎它结膜是比较表层的，所以它如果发炎的话，通常都是可能跟感冒啊或者有一些病毒或细菌的感染这样子。那通常给一些抗生素的药物点，通常1-2周之内都会慢慢缓解。那如果当这个红眼的状况一直持续1-2周之后都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视力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比较小心，它可能是位在我们比较深层的葡萄膜发炎这样子。那葡萄膜发炎的话，可能来门诊我们要做一系列详细的检查，甚至要抽血、做 X 光等等的。对，那它的治疗方式的话，除了给予局部性的药物，那甚至会要给予到全身性的一些类固醇或免疫抑制剂等等的。医师强调，葡萄膜炎的感染原因一般是病毒的感染甲自体免疫疾病有关系，因此伫治疗上需要局部的治疗，或者是合并全身性的治疗。有一寡病人会重复来发生，因此需要早期治疗，才能减少葡萄膜炎的后遗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7度到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2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